go live then go live 我去 check 看我的 YouTube live 未 ？Yes live 了。哎呦，死我電話個未 start 過，sorry 啊，我電話個未 boot up 過。我們 Clubhouse 嘅人 ，Clubhouse 人有掉嚇。好，哦，不咁啲，跟住我係即我係加拿菜掉到我出去。我 OK unlock to use the accessory。試我咁剛才嘅 password， 我等我 password， 我才講嗰時就念。冇嘢啦，我看 continue 就等於我 stream。shit 咯。sorry 我覺得出問題啊！即個唔是故意搞日本出問題咯，可能 disconnect。你 producer 咁樣走咗啦，係啊 ，OK， 就等下，好架晒，就等下 OK， 我 start 嚇，當劍Clubhouse 嘅人 OK 哦，你聽到我講話？係啊，OK， Google Meet 啦，咩 OK， 聽睇我隻，買飛機，未使講嚟啊，未使講起來啊。安怎？哎呦，死我隻粒半到啲我 keyboard 嚟。我一頭一粒半。係啊，各位聽眾，我真係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啲學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真歡喜，要講下老師嘅正經嘅話題，就冇咩所在有通講嘅啲話題。所以即係禮拜我哋請到我特別嘅邊咧，哎呦，先咗我去，仲冇去啊？佢講就正經啊，嗰啲嚇冇聲啊？係咩嘅？我聽到啊。講係咩嘅？我 Google Meet 我係即 crash 數，真冇去啊！冇效應。啊，Jordan，都當做乜啊？點解啊？啊 ，OK 啊。人氣手咋？都冇 Q 起人啦。哦，是啊。我冇學人氣手嘅。啊，冇啊。別講。冇啊。別使講。哦。又別使講嚟 Google Meet 啊！我冇錄啫，我冇影。OK， 我冇錄啊，你寫嘅嘢起嚟。啊，即係人氣手係奇怪。即係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就是講心理健康。心理健康係咩意思咧？心理健康就是講咱嘅心理裏面，咱個身軀咯，身軀嘅健康，咱就是做運動啊，係咪嘅？了還是有骨酸啊，還是整得落去唔好事啊，即係你看到嘅物件，爸都看到嘅物件咧，身軀嚟嚇。然後咧心理裏面咧，咱有當時冇成健康嘛，有當時心情好啊，還是有當時會有只係會做事做工啊，還是去到落是只係事啊，心亂啊，你看物件啦，就講心理健康咯。即係禮拜我請到兩個特別嘉賓校長頂住嘅時候特別咧，我拄到咧一個白魔鬼，白魔鬼佢嚟講。白魔鬼咧，白魔鬼是加咱嘅另外一個特別嘉賓是咱叫咩嚇？我見，我見伊查某，我見你查某時候，冇呢？我正本起來教人講咯，但係我其實個了個話個老椒是阿三六沙啦，英國調阿龍啊，了個 Clubhouse 上面半劍啲毛毛菇噶，別使講噶，你個有啲個喎，嚟娘娘，我哪有啲，你教我 chatting 了個。OK，所以當今咧，我咪講嘅是，咱請可能講就是你人，按怎有興趣會講這個話題嚟俾你學見咧？冇。白魔鬼還是娘娘幫？我見嚇。
我正幫。我聽邊咧學見隻菇咧。你咪我講你爸介紹你聽。冇啦，我自己吹啲嘅啦。OK，意思係剪糊呢？我講誒，你細漢你個聽到邊咧學見嘅我爸聽。OK，你自己吹掉。自己吹掉聽，แล้วแต่พี่我冇 consistent 啊，冇ติดต่อ聽แล้ว有เลย看ไตเตอร์interesting ว่า聽แล้วอันนี้ on and off ติด聽แล้ว我做面嘅時候我做我 start to vacuum 學下嘅聽แต่佢所以你是聽到邊咧學見了，然後一個咧，一個我正幫咧，安怎聽到邊咧係冇聽到？我唔知誒，你是即個白魔鬼嚇？布林啊，你知邊咧學嘅？我講唔知。行，咱去 podcast， 我講嚇，我唔捌去 podcast 喎，我咪來學見 A 咯。咧特別靚人。見你講切菜講。OK， 然後就招尋到起來啦。準備咗未哦？我問準備咗未哦？免你啦，總之咱切菜。嚇，對。แล้ว白魔鬼，你講你安怎小到背起來邊咧學見講一個話題咧？嗰隻心理健康話題。冇啦，講起是因為baru我會即是呢物件，我們做這是啲feel already 10年啦，10年嘅。你是做咩嘢？講下。講是你想學嘅話講唔係你講未出但是講未出使用阿莫話還是名點未使？我嚟介紹先。介紹先。我是馬來西亞等住我小姐馬來西亞註冊加執政嘅心理輔導館。你聽下明白哦？明白，完全明白。來講，完全明白。講個一擺。我是馬來西亞註冊加執政嘅心理輔導館。執政我唔要聽。註冊就是 register 咯。我 register。執政咧就是有 license，有 operating 嘅。對，register 加 license。register 加 license， 你有 practice 掉嘅咯，你有做掉嘅咯。對。OK， แล้วรู้เสียงในข้างหน้าแล้วรู้จอยกังแล้วรู้อันตราย接บัดเดียว即係白魔鬼啊我諗上公司嘅แล้ว你公司是蝦米公司แล้ว你公司是做蝦米物件安怎我諗公司名做咖啡店咖啡冇啦做小嘅咖啡店咖啡店咖啡店咯安怎 spell 啊你有 website 啊咖啡店是Latin 嚟嘛咖啡店 Seize the day咱這邊 pronounce 是 carpe diem 咖啡店我變靚嘛對啱啦係心理嘅咖啡店啊，一個叫啦快。出邊有意思哦，出邊哦。because 咧用講你心理啊，你講成個到啲咖啡店未講，你講你話本身。特別唔是 originally 我諗唔係按我哋名嘅。明白。嚇。咖啡店你用有上你 website 上面我係補起來看。咖啡店 counseling.com 對。點 spell 啊？你先 spell 啊，咖啡店。CARPE DIEM แล้ว -counseling.com อาจารย์ว่า邊啲個跑上邊咧OK 哎這邊啊我 spell 唔對嚇 CARPEDIEM -counseling.com 落埋啊 carpe.com singular present imperative carpe diem 安怎背嚇我等我背起Carpere to seize. DM is the DM is the accusative case, so you seize the day.即係Latin 我一直跳到要讀冊係物件啊！安怎我spell 唔知係咩物件？CARPEDIEM DDD Yeah DIEM แล้ว counseling dash
dash 係分啊係分成係物件咧？ ，counseling 成日 counseling 哦 S S S 零四 E counseling 四 COUN COUN 哦，冇零四，counseling 嘅冇零四，是哦，我知道嘅呀，OK，係記得名個名咧，我走到邊了，係啊，邊度唔定我邊咧嚇，你自己看啦，要上嚟 incall 樣嘅 logo。OK，all right，so 這是แล้วOK，嗱講下你公司是做咩物件？แล้วอันเจ้า有興趣俾起來邊嚟學講？哦，興趣啊，咱對咪白魔鬼嘅先，白魔鬼你講就先。講成，即係咧，我是我逗留咗啦，我應該阿 Ben 係 big fan 啦，講係先。哇！我物價頭喂，講你講驚啦，佢逗留咗，本來諗住落邊講成啲健康嘅物件啦。你兩個你邊嚟人嘛？แล้ว佢又講緊話嘛？就是咯，แล้วกู本即係本係 interesting because 我本時候 why not 講 about สิ่งที่健康嘅함수 no 成啊 in general public 冇มีไอ engage ใน topic 咯แล้วมาสิ I think is a good way 啦 for 人 to kind of gauge general in public 冇興趣還是冇 exposure 做啲物件啊嚟講看แล้ว看樣嘅意見咯。對啦，咱成有陣時咱到底一條個別條，一條個別條特別講，哇，有骨介水喎，佢啲有骨介水特別冇人講，哇，今日 feel 到冇 depressed 啊，冇咩人講呢，是唔是？你是講？誒特別有啦，最近唔是最近啊，較好近兩年咧，有較濟人係講了，等住講，哎呦，我煩惱真濟啦，嗬，無我都是真正 down 啦，嚇，係咯，心情冇好事係乜嘢咧？แล้วbos dia Penang kata yang teh kiu that kiu teh kiu Penang bridge ทัดเชียไม่ทัดเชียหลัง跳樓啊點嘅哦跳海是跳樓係跳海所以我俾每期咧特啲 base 就是講你啷做咧正嘅10年嗬你會使講下你頭做時 OK 我啷成個我細漢嘅時是完全冇講嘅款嘅話題啦嚇我哋出嚟是冇講你有講咧嗰時是用咗宗教嚟講成日講唔是用心理這方面嚟講嘅是成日講你若啥成日心無爽啊你念經啊還是叫每人講笑虎你係冇唔是成日講啦用心理這方面嚟講你感覺到做咩事人嘅社會啦，即係社會，即係社會本身嚟講，特別尤其是咱亞洲人嘅社會，冇咩愛講心理即個話題，因感覺到，如果是講有心理無好事嚟講，特別是人講你笑啦，人講你無好事啊，起毛線嚇，係咩事人？做咩事人就係講做咩事人亞洲人冇咩愛講嘅款物件，是驚講人看衰伊，驚講人。一間小嘅啊，咪你可能講。因為咱人這邊是啊，可能話你好物件，你會使去團結者嘛，對。無好物件咧，加講我哋厝一個人，起來。有成個咱是講老實講憂鬱症，我們未曉學講叫咩啊 ，depression 啊。depression。你袂去甲人分嘅嘛，對無？因為這是甲數字嘅物件啦，出來嘅物件嘛，所以變做人無愛安怎去講咯。特別有時陣，咱唔是講愛講甲咪講咯，尤其是有物件是真濟人啦，伊是拖到到尾時，人講阮為了，安怎個袂 OK？互阮笑去啊，互水阮啉去啊，特別個袂好。對，了改了。解咗仔咯，嗬，就叫人講點解咯，嗬，แล้ว個鼻 OK，แล้ว佢後時攞杯嘅時，加嚟吹老罐，แล้ว吹老罐嘅時，of course 老罐吹嘅時，佢哋咱是叫 psychiatrist， 精神科嘅老罐了咯，แล้ว就是要食精神科，就是愛食藥啦咯。當我嗰隻到啲 clubhouse 入邊人嘅老鳥 V 娃娃。佢嚟講，伊舊年本是有經驗過嘅款嘅問題咯。比如話你出聲 ，Hello， 有聽到？有嚇。OK， 有 delay 哦嚇，應該冇啦嗬。知道冇啊！我驚我
我怎么转那么我嘅方法啫。OK。嚇 So last year 時我唔是我到6月幾安尼款啊是因為舊年我嘅 mother 過身嘛，嚇แล้ว嘛剩我一人了咯，แล้ว嗰陣時咧我嘅 mother 一過身了後，แล้ว我做好伊物件甲了後，我就 continue 做工了就我就 continue 做工啦。我無歇着，我無安怎，了就是 continue 做工。伊嘅 funeral 過啊吼 ，the next day 了我就加車了。So 就講無 rest 着啊，了佫有啥經過嘅物件啥，安怎講咧？你心情無超到對好事個。對，了你無點聲 process 本後，你直頭成日講無，直頭無名做過啊，就刷起，你無去想就講正去感覺到你 feel 到安怎是唔是？會使安怎講咯，就是 because 規節人無閒嘛。嚇。嗰陣時，了佫有that time 那時個 still 是 MCO 個嘛，last year 個有一個 MCO 個嘛，了所以真濟物件，像我嘅funeral，我 mother 嘅 funeral 嗬，無物人嘅就 because MCO 嘛，所以嗰啲物件成日我家己去承擔啦，但係呢成日你講嘅咯，無安尼款嘅點聲互你去 process 因為過了你就是愛加切，แล้ว你愛 continue 到你生活啊嘛，แล้วthat time 時嘛，成日講忽略啊，就講忽略嚇，無去理到伊去咗。無去照顧咗咯，無去照顧對，你無去照顧到你嘅心理嘅問題。呢種係需要，嚇，แล้ว個有呢就是แล้ว個有就是係你拍疫苗嘅，你記到第一個是，แล้ว唔是只借係你 negative 嘅新聞咩？แล้ว還攞咧，要還攞嘛？佢就 I think that time 那時。真正濟人本還攞啦，因為真濟 negative 嘅新聞啊，拍了有會死到北京嘅落地位啊，拍了就出來了就死去嘅。即係冇一隻係你 news 㗎啦啦，有一隻。唔知啦，係啦，就是啦，แล้ว有嘅，แล้ว安怎呢？佢暫時會較驚淡薄，因為呢，我成日講 suddenly feel 到我家己一人爾。แล้ว我出來本無別人了，แล้ว成日講我本無親戚係咪啦嘛？I mean 講我親戚甲了就甲了大 KL 回來，所以萬一啦，我有蝦米事來講啦，我拍了疫苗了啦，有蝦米事來講呢？安怎好？你會去煩惱安尼款嘅物件就。所以我 mute 掉人國中，唔係，其實你講。嚇，แล้ว你會去成日講煩惱到即項物件，แล้ว伊就 start 成個循環啊，安怎講下？伊就是會直想咯，然後嚇，伊成個一直連咯，直經啊，直轉下。想嘅 question 之後咧，一慢慢了，敲來敲，想，了你就會start 啲幻想啊咧。去想到迄個每樣無食嘅物件了，แล้ว你就家己嚇到家己驚。你是想到安怎款每樣無食物件呢？你還是？迄陣時啊，我驚我成日講有蝦米事咯，家己到厝嘛。家己一人咧有出事啊，家己一人啊出事安尼款咯，แล้ว會驚講啥？有個人講拍了 suddenly 就困了死去嘅本有。OK。新聞有安尼款報啦，แล้ว特別迄個是本無講真實講是 because of 疫苗啦 ，but then 伊是拍了安尼款死嘛，แล้ว有安尼款嘅新聞本嘛，困了死去嘅，แล้ว就有安尼款嘅煩惱。แล้ว家己時候佢就在哪嚟驚？驚了有一日那時哦，我下3拜14點鐘啊，我未困嗰陣，因為。驚死！
你驚死啊！嗬，你14點鐘啊未困啊，你一直慢慢成 depress 啊！嗬，唔知安怎，我本未解釋本啊，就是到一個坎站那時嗬，伊成啊變做你嘅人生嗬，成啊真正無目標嘅，冇意思你成啊無意思嘅啊，了我成日講教博士咧，本地是真正有熱情嘅嘛，熱情嘅嘛。แล้ว伊會上個無愛插去啊。伊上個感覺就講，即個工課，即個工作吼，即個工啦，上個無意思了，本唔知安怎會去 continue 啦，แล้ว但日加尺你上個無精神啊，了你會成日講會硬，你會成日講你特別你成那時講你會來講你咁慢賣去，特別你無法你對硬去呢停了去教，你無心教咧。我就是有安尼款嘅感覺咯，就是硬安尼款去教啦，特別是無歡喜嘅。無歡喜嘅，你就是感覺就講你成日著逼，安尼款你著逼掉，就要愛做咯，因為你為咗生活咧，你著逼掉愛做，แล้ว突然之間哦，你就是感覺就講你規個世界咧，吼是上個暗去安尼款咯，แล้ว無意思，แล้ว暗去，แล้ว嗰陣時個在一幫一 MCO 一季啦嘛，一幫啦嗬，特別真正咩嚟嗰隻燒到斷了，嗰陣時個在燒嘅一刀嘛 ，that time 是這一杯咧，本是這一等嘅一刀咧，就是迄一刀那時喎嗬，我就是depress 啊，即個 anxiety 咯，實有 anxiety 啊咯，我會感覺就講無端端嗬心跳就咩，แล้ว比較緊張。因為你無事無條無地安尼款坐條咧，吼，你會感覺就講心跳就咩，แล้ว你真驚，แล้ว真驚啦，แล้ว真正係咪？แล้ว嗰陣時本是我9月啊啦，6月那時我 start feel 到講有問題嘛，แล้ว in the end 本過本了啦，本是有去拍嗰啲疫苗，係咪個了本過啊啦？過啦，嘛實我講無事啊咯，對嗬，應該是過啦，應該無事啊。特別我係你緊張啊，係你成日講波折啊，感覺就講很灰暗啊，แล้ว無意思啊，แล้ว規個世界就暗呢是差唔多是8月安尼款 start 嘅，8月安尼款 start，伊就 start 慢安尼款咧嗬，แล้ว就因為本嗰陣時本未開過啦，咱個小 MCO 個嘛，แล้ว未開過呢，我本未參與朋友，แล้ว本未出去啊，แล้ว規隻人到厝啊，有啊，孤條啊，แล้ว本無通見人啊，แล้ว我係成日話時間出去嘅嘛，會曉嘅嘛，แล้ว就無通見人咯，แล้ว無想愛曉本那時是，嗰陣時本無想愛曉了。即係我咪就對即感謝你教我人講這你好，咱會使用這個來 start 去問起人嘅這個心理嘅先生來問佢者你人到底你做我講你10年你做到幾年一到底一個為這個學前班我差唔多14年嘅10個年啦。早微微講嘅咧嗬，微微嘛嗬，對嚇。伊講嘅咧嗬，即個 case 安款嘅 case 啊，是真正濟咯。actually，2年前起嗬，有真濟人有安尼款嘅，個煩惱是唔是普通嘅煩惱咯？I mean anxiety 啦，因為我每即個病魔鬼啊，anxiety 學嘅話叫咩？我人研究來研究去，我講唔知啊，煩惱啦，真正煩惱啊！緊張，唔緊張，唔是啊，緊張是安怎講啊？伊唔是 excited 嘅緊張，伊是煩惱嘅緊張。煩惱嗰個緊張 ，OK，會使嚇，煩惱嘅緊張嚇。
So 按我哋 case 咧是真濟 because 咱人先有早早講 MCO 學見都未曉啦，總之 MCO 嘅時，真濟人無趁出去，了風險一陣嘅時呢，咁了人是無，咁了變啦咯，真濟物件變，朋友啦，愛不就愛出去佚佗嘅啦，出去曉嘅啦，無機會，了變做是，咁了是關了厝咯，所以變做是咱家己可能還未會接受這個改變的時啊，會有安尼款的煩惱咯，所以迄個改變是真大的，因為這是外口的物件來嘛，因為咱人袂講，賣我愛繼續出去外口，袂啊，對，那這兩年落來咧，我人看到會更加濟人有迄個咱是叫迄個是 social anxiety。唔嫁出去啊喂，唔嫁出去啊，變做對，我淡薄本啊，我成日當見，你成日淡薄出去淡薄驚，你要去尋人你淡薄驚咯，了成日擔心啊，真係擔心嚇，像我出去，我嗰時就我到處做緊2年，係咪？了風險我未對去 office 嘅時候，少人 OK， 我那時成。我在去到是20-30人呢，我會想啊，哎呦，我唔知行入去哦，迄個位，我會煩惱講唔知行入去哦，所以就一人都覺得被用頭慢慢去 get used to 這種新嘅生活嗬。แล้ว我問你嘅公司嗬，但係你講你公司是係咪你 provide 係咪 service？ 你是係咪是對唔對公司？我人做嘅是做 counseling 啦，意思是講有嘅是個人嘅，個人是 individual 嘅 counseling， 個人嘅咧有嘅是紅帽嘅，紅甲帽嘅即係教演嘅媒體，佢哋叫做咩？對咯，我哋成個講用紅甲帽嘅媒體啦，紅甲帽。有誒唔是講紅甲帽咯，有誒家己partner有媒體，金正嘅媒體，金正對，แล้ว阿無就是有誒做工迄個 stress 真懸แล้ว也是有誒是因為朋友也是親人過身了後，迄個 grief and loss 嘅 issue แล้ว有誒是風險咯，風險有迄個是叫做啥物啊哇？crisis 是叫咩啊？風險咩啦？風險出大事，風險出大事對，有時陣唔是講咱看到嘅意外了，你知？有誒可能是伊家己那邊心理嘅那邊，你知？風險可能我做工我做得好好誒，哇！我是大公司嘅真管理真管級嘅人，特別我做，有一次我感覺我困 check 嘅時，我感覺講。哇！這工是我做一時間無意思呢，我嘅人生間無時間無方向了嚇。了風險會變去嘅，迄個本是可能會發生嘅，唔是講話。即個坎坷講，你特別 counseling 是慢慢講聽開來破。即特別見面啊，佢講。呢是 personal crisis 啊，咱唔是講。你話你講咩？我唔是安尼款，然後我想個，我實擺有我舊嘅同事啊，咁了有分我問我，because 我有寫到 Facebook 嘛，因為我有淡薄無咩打閒了，暫時，因為我感覺就講我愛成日講個了 stop 去個了賣波了安尼款，伊會去個安尼款嘅安尼款嘅程度啦地步，成日講我 suddenly 愛。放棄個了面，放個了去賣波了，แล้ว我成日講多厝安尼款貴安尼款發大安尼款貴日安尼款本好啊賣價咧安尼款咯，
了遮济迄个舊嘅同事吼有 phone 我有 call 我甲我講話啥物啦，特別甲了人嘛袂曉安怎，suddenly我講我唔知啥物事，總之我無想愛教就對了，了真正是。喂，你安怎會知講即個是一種咧心理誒會需要幫助嘅所在呢？了因為我到一個坎站若是我會直直緊張，緊張，了了緊張咧吼，了我會心跳袂暢快，了我就實有誠濟病出來咯，特別呢 according to doctor 呢，伊是講迄個病呢是你家己無，你家己想出來，應該是你家己想出來嘅，就係講我感覺就係喘啊，我成個愛死氣安尼講咧就係喘啊，我慢慢去看 doctor，咧 doctor 講你嘅迄個 oxygen 就夠，了伊個照 X-ray， 伊講你嘅 lungs 就無問題，了心肺無整就無成日講 lungs 無水啊，無啥物安尼款嘛，伊講你就好好啊，特別我講我唔知喎，我真係喘哦，我感覺到。แล้วว่ากูกะกี่คิดช่วยฮะเลยเวนโตลิน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บูเอะบูเอะ我好你穿開啊บูเอะ穿開มาสิมาสิอันนี้穿แล้วด็อกเตอร์講อี講唔要緊啊你食藥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ลูกก็ปังสังนำโบราณในคนน่ะแล้วแต่ปีนี้หอคุยแล้วคุยนาจิตเนี่ยหอว่ากูจะกำกับเดียว講哎呀，是啊，我係迄個八隻骨啊，吼，真疼喎。哦，即死幾病啦，你想到。啦，規死嘅病，一死嘅病啦，你真係，你會成真正 sensitive 嘅，一邊疼一邊疼呢，吼，你就真 sensitive 啦，แล้ว我就真係驚了，แล้ว就直直看 doctor，你知我一禮拜入面看三四刀嘅 doctor 喎，3刀嘅 doctor，แล้ว看了一個แล้ว個冇看 clinic 嘅落棍咯，普通嘅啦，我普通，因為我一邊疼嘛。แล้ว in the end น่ะสิ有一個 doctor 就甲我講，因為我去上濟刀了，咧伊講你吼，你是毋是應該去看心理科嘅 doctor？伊講你成個毋是普通嘅病了，安尼款，因為唔是身軀嘅病啦，是心理嘅病啦，是講。因為伊 check แล้ว伊講無事嘛，แล้ว你是毋是有淡薄 sensitive 過頭，แล้ว應該แล้ว伊講你 maybe 會使去看者啦，安尼款。แล้ว拄好呢，我嘅 friend 呢，伊本是心理醫生嚟，伊是政府嘅 hospital 咧，所以伊是讀 KL， แล้ว伊有到 Facebook 嘅，伊看到我有寫我嘅 symptom 了有吼，แล้ว伊有 message 我講你做一個 test 咯，就係迄個 anxiety 嘅 test 啊，迄個就係 questionnaire 你講啊，แล้ว我咪 answer 咯 ，answer 咧，伊講啊嗱，你嘅 result 出來呢，吼是你應該是有 anxiety 啦，所以你 better 你去看 doctor 較好。อันนี้ควาแล้ว去看咪 doctor 啊，都去找你心理科啊。ไอ้去找心理科，但係呢，我未先去找心理科，那是呢，我就實有真濟真正奇奇怪怪嘅symptom咧。幾個告訴啊？你猜？幾個告訴，特別伊淡薄成個小哦，OK，係咪你講下你 symptom 係咪？伊成日講我滑車，แล้ว我滑車了吼，我交過了，我就是開了呢就慢慢愛去，成日講愛去曉啊咯，แล้ว嘛去book hotel 啊，แล้ว去住啊，你講啊去 relax 啊，你講啊，แล้ว我過迄個大橋那時喎吼，伊 suddenly 伊過條大橋吼，伊無開喎。哦，伊大橋會路頂無開。伊大橋嘅路頂 suddenly 規條路嘅了冚去喎。แล้ว你知我緊張啊！我會緊張㗎，我規身軀拔去，你知哦？我規身軀拔去，แล้ว成個白滑車去安尼款。
shut down 去แล้วก็เลยสังกา你就斜鏡咧，แล้ว咱就袂安尼款的嘛，咱正常啊，袂安尼款的。แล้ว即個若是喎伊成日規個人成日定起安尼款哦，แล้ว唔知安怎咧，規身軀拔起。查講去，你看你唔知安怎 react 去啊？แล้ว你會 muscle 啦，個了話變定起安尼款哦。แล้วจะสักกินจองแล้วว่าชิวจะสักจุนนะแล้วคาจุนนะ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พี่แต่ได้น่ะสินี่ว่าอุขวาทะเลYouTube เป็นวิดีโอละ所以有講น่ะสิ講你 anxiety attack 你 panic attack น่ะสิ喎ฮะทะเล就是 panic attack 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ว่าบ่ try 過本นะทะเลสิว่า頭一刀แล้วอีก講你น่ะสิ講 panic attack นี่ฮะ你จะไอ用你巴多穿開巴多穿開แล้วหอยขัดบานเนาะหอยได้ชวนคุยบานเนาะมาไม่กินเดียวละแล้วโซ่ว่ามาคุยเดียวโตแล้วหอยปัดต่อชวนคุยแล้ว差唔多叫嘅中อันใน款สัตว์นี่หอยอีแต่บันแล้วอีแต่ขาปังสังแล้วปังสังแล้วลูกคำกัดเดียวก้องหอลูกกุยสิงกุยอีลูกคำกัดเดียวก้องลูกหวยอ่ะหอที่ flow ตัวตัวนะลูกจีเลยคำกัดเดียวอันนี้ว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อี成日suddenly 哇到ตัวอย่างในความในคำกัดวะจะ奇怪咯ลูกใจแล้วเขาเลยแอบก็แต่งสิโอแล้วก็เอานะสิเตอบั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โอเคขวาแล้วว่าโอเค hospital เลยโอเคขวาจีเลย session เนี่ยว่าสิการขวาจีเลย session เนี่ยแล้ว because อีก講จีเลย symptom หอMCO 啊，是成個即個就是講安尼款啊，真正濟人本安尼款，特別呢，會講即個是 because 你即個無關係，你成日話嘛，แล้ว你當時你開到對啦喎，你去做到對，你是個物件，你去慢慢到對來就對，你只要做到對咧，可以就慢慢你就會到對來啦。because 因為唔係話講愛食藥，because 食藥嚟講呢。你就會較好淡薄 control 啦，แล้ว特別你話講我 try to 唔食藥啦，會使喎。你講，但是講你唔食藥呢，你特別有較好嘅 practice 咯，成日講揸拳啊、揸車啊，特別我本無本啊，本時只換拳啊，because 我會失眠。你話咩？我係失眠。哦，失眠被困。被困嚇，แล้ว最近會較好了，以前嘅時呢，好似特咩被困嘅，特咩被困嘅，แล้ว本時拖㗎4個點啊，你講個困嘅 every day。แล้ว你有進步咯，你 slowly 慢慢都有進步呢。馬路呢，會上個較無安尼 sensitive 咯，แล้ว較無安尼無成日講驚，特別 sometimes。still 會，即個物件吼，伊成日伊會來就對嘅咯，你會感覺就講，伊會來就對嘅，成日講，有當時愛困啊時吼，我真係驚困嘅喎，有當時唔知係咩事。即係佢做到失眠嘅事，你驚困咧，就做失眠。有可能是驚講，我媽就困未醒啊，過時啊，而家3點半驚困未醒，我真正驚互人講呢就。你會有一個壓力嘅，就係講，哎呦，等你困未醒了，驚講會換了啊，等你安怎愛去交代啊？你會去想咧有嘅無嘅物件嘅。แล้ว你會做到你家己未。你哪想我都哪未困，了佢個驚講你未醒。對，แล้ว有當時我still會安尼款咯，我會安尼款個咯，不如啦，特別較少了。所以我每一個學生啊，個是即個白毛，白毛你做下面咧？白毛鬼你到下面是做下面咧？你下面無想，你會直接。我直接是因為個 deal with more corporate 啦，個 company base 咯。So normally 成日本啊，一直做individual 咯，個人嘅 case 咯。我是個 deal with我啱講啦，嗱講 normally 我解釋嘅款啦 ，normally 那些人啦，
everything stable 嘅話是狂啦，let's say level 0啦， OK 狂啦。那 if 你 feel 到成日maybe 你跟你 girlfriend break up， 啊無是你條學工條差，啊無是 you know maybe 你搞事，then you 咪 negative one 咯。OK。Then if prolong negative one， 較久了嗬，你就 feel 到maybe 我 depression， 還是我 anxiety， 還是 negative 2了。OK， 那 at that time 係 negative 2嘅時，個一人愛 maybe seek for medical attention 咯，看 psychiatrist 咯。So normally counselor 是 deal 個 on 0 and 1 and sometimes 1.5 啦，看 situation 嘅啦。OK，before 佢看落觀嘅時。At the same time， if 人 detect 到，人感覺到這人成日需要 intervention， 需要去看落觀 ，because 人嘅腦嗰啲本是 chemical 嚟 ，so sometimes 特別接咗一個嚟裂到對於 chemical 嚟，so 人特別你人 stop 咗 police station stop 往背寫到隻 referral letter，maybe 你特別去看即係 psychiatrist。OK，so in normal sense， 我就係看咯。so 但係你每晚係告訴我嗰時做咩咧 ？For me， I try to focus on 0 to 1。1嘅 part 咧是我 try to 被 improve 我自己，我 try to 被學較濟物件，學較 better skill。So what even my mind frame 是 more on I want to improve， 然後我進步咯。So 我成日 coaching， 人講 life coaching in a way 啦。人是用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method 啦。Of course 我有看cases where it's also where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some tough times 本啦。แล้วรู้สึก deal with 較濟是成日講individual 數人嘅呢，個人還是รู้สึก一 group 嘅。哪裡不？哪裡不？參啦。可能有 demand 就做咯，人需要嘅人就做咯。OK。所以你是講 corporate 嘅意思，就是講有你成日講伊唔是講有成日有激心，唔是 negative， 特別伊是比如講安怎你 motivate， 安怎做係有較熱心，還是安怎去進步家己。แล้ว你是成日你coach 是成日人去 push 人去係你較熱開，去較 positive one 嘅位。有時本是我們是真係教人 about normal 物件 ，normally 人比較人講正常吧 ，is actually not 正常。人出來人無把普通人無人教人嘅物件。成啊，我其實我應該 enjoy。人講正常就是講，但是你無來講就是唔正常，特別其實人講是唔對啦。我成日諗係四字就冇講話，做咩時講我人特別，OK， 平常時我本講就係老實講，我講笑嘛。sometimes 人講笑嗬，你好笑本講笑啦，你亂講話啦本講笑，特別變做做好，你講一笑嘅時候，即係精神病笑嘅時候，變做你 desensitize 人去就，變做你變做係笑無意思無相去，咱特句話本講笑嘅，所以當今嗬，我出趣時我都比較細緻淡薄，因為我平時時我要特別食小弟啊，特別講。我是老咗，係一種人講笑啦，特別當我較細緻啊，唔係講人哋就是啦，人哋講笑安尼謝啊，嗬 ，apply to 我到啲 public 人 podcast 人講我好笑，笑，但係人講我笑了，我有問題是，人聽到是樣是變做無 ，they didn't take the word seriously anymore 就，所以我特別較細緻講笑嘅時，所以 OK， 所以你講點樣去講，你講無較普通咁正常無正常，同埋你講。嗱，成日都講隻笑嘅物件，伊是actually看人講 context 嘅。成日都講，成日講啊，隻物件成笑啊，歡喜笑。講笑話，is very different when 你講，伊成日是笑起啊，伊嘅 tone 無相，伊 language 本無相，伊字是相，特別人講，伊成無咪正常，可能無咪對皮。無咪對皮啊，你係事實樣，人講笑就無相了。人 normal language yes。所以我個整個 sorry 被補充者就是我sensitivity 嘅 training 嘅時啦，我人希望講，你若是講你正線，但是有影你即係啲經驗對佢啲笑嘅時，when 你聽到人講我 podcast 嘅時講，哎呀我笑嘅係咪物件？一樣會 feel 到成隻 hurt 嘅就，你就 because either 是 already 買去笑之類。
講這小嘅這物件，了還是佢講。你講你小，你看我家己經驗過物件，所以有淡薄 insensitive 啦，我是感覺掉啦本身啦，我感覺對。even though 那 context 是無相，那用相嘅字嗬，所以我變做我較細緻淡薄咯，我感覺到我 at least 較 sensitive to 佢哋正講用佢哋小嘅字是正 context 嘅字。啊，你就去講。對啦，sometimes 人係按照。拄着人muốn講錯嘅物件啦，然後會傷着人嘅心，這是正正常嘅啦。人特別就係講，按怎啦，人對着人傷着人嘅心，人特別講 sorry 一聲咯，人甲交代咯。係你是即個 important 啦 ，that's the important part of sensitive training 嘛。人就講 is sometimes unavoidable，你袂閃嘅，你講物件，無小心講着物件，人感覺到講着啦，人 hurt 着，人感覺到傷着。lúc mà講sorry 一聲，因為人無調調嘛，人是講到是人家己嘅 context 講嘛，人無了解到別人嘅 context 嘛。所以即個講基本是一樣嘅，因為人出來人甲人講我們是安好呢。正啊 just 今日早起呢，我孫伊嗰個3歲4歲呢，伊到邊考，因為無人看 YouTube。然後我媽到邊講伊。哎呦，別使考嘅，你大部件都別使考嘅，他們說都考。แล้ว過後，我家姐到邊，就講會使考，伊會使考，他們說別使考，伊相信咪使考，是講迄個對迄個物件，可以考了，我過來慢慢甲伊講。因為人，你咪 suppress 伊嘅 express emotion。所以人特別 understand 講，我媽本是有一個 context，我家姐本是一個 context，然後我們看，我們了解一個 context。一個無相嘅年代人嗬，個我按照 deal with 個無相。Then the best part 是咧 ，actually 是我係孫，伊家己本家己嘅 context，人個人本幫佢哋孫本明白，伊按照過即個 experience，即個經驗。個人就係講哦。actually 經過嘅時我考嘅是啥？大部件乜都我使考嘅，查某乜都使響做遐物件。一過我諗住聽，可能人學原來即個世界是大部未使考嘅。แล้ว就是原來真複雜嘅啲物件，แล้ว context 嘅物件真複雜嘅咯。所以即個物件正常嘅物件，人個家人無對比嘅，因為人參加嘅物件，甲人讀嘅物件，甲人學嘅物件，甲人無對比。所以人嘅矛盾咯，人 conflict 裏面衝着咯。所以我暑假是甲人講，人嘅是衝，因為人出來人甲人物件，人學到嘅物件，甲人看到嘅物件，甲人到人嘅 family 過到經驗嘅，甲人無相嘅對，甲人會對衝着了，一衝着人安怎係正常嘅，特別正常嘅人。只是加只最衝嘅物件本。有陣時無衝人學會到，有衝着把你甲學會到。對咯。趣味特別好，我不未諗者，你感覺到講緊你看嘅話題啦，對啦，你到底這 feel 嘅嘛？你就這 feel 嘅人，所以你機會講這個話題是較濟，所以你有感覺就講正正 in the real world 啦，正正喺社會嘅時候。有咗一人去講你看嘅話題，講 about 心理嘅物件，講 about 一種咱當然講掉嘅物件。這也是少，還是安怎樣講法？愈來愈濟咯，我係講。係咪數咧？做咩數？你感覺就愈來愈濟嚇？因為愈來愈濟 case 嘛。哦，愈較濟 case 上面是講一樣曉識曉無？這是一個真好嘅媒體了，因為。到今你看咱看舊年起吼，咱檳城嘅橋真出名曉得。做咩事跳橋？跳橋嘅 case 真濟，一個半個月，sorry， 半年內邊咯，真 number 我袂記啦，會去 search 者。半年內邊呢是破紀錄了，破紀錄幾年嘅 data 嚇，所以。變做是達到新聞報嘅時，是唔是？報紙啦、報啦，還是到見 Facebook 嘅新聞真快啊嘛，就嚟啊嘛。所以，這個新聞報哦，本是一個會影響嘅咋，影響佢哋社會安怎看。因為大咱馬來西亞這邊咧，若是講你是自殺嘅 case 啊，是 actually 是安怎講就算做是
未使嘅啦。嚇，你做環環啦，做呢啊。沙拉沙拉嚇，沙拉對沙拉啦，對嚇。所以變就是新聞但是報紙通常是已經發生啊嘛。對，發生了嗬，แล้ว樣度係講哦 ，actually 你話咩事咧？有見你使拍啊，咩電話嗬，contact 追嚇。特別國家這點寫咧，實在咱規個社會應該國家in fact 有改變了。這幾年內邊有真濟人直直來出來講，啥和迄個online webinar 啦，講安怎去陪迄個也是你發現到你身邊嘅朋友啊，真正風險激心，或者風險變嘅時變到真真正人講啥真正down了啦嚇。咱人會安怎鬥卡手伊人？好，你若是你朋友甲你講，哎呦，我感覺這世界無意思啊啦。也是有淡薄迄個symptom啊，感覺講啥伊要甲這世界講拜拜啊吼，咱人會安怎鬥卡手伊人？安尼款的一個迄個是叫做咩啊？知識，學你知啦。迄個知識有直直多啲傳啊，多啲傳播啊啦。所以人會較了解、較明白啦。了解，會較了解。講咩個古早啦，古早10年前啊，我感覺有進步真濟啦。阿龍，等陣 before 你講時，淡薄 video 我實是出聲啫 video 你背每係咪物件 video 啊？會講嘅物件本對嘅啥，比如 YouTube 本有真濟啊吼，都想講伊人有經過安尼款嘅問題嘅人喎，伊個人分享出來講。伊出來成日講 sharing， 安尼講伊人是安怎去，成日講我呢，如果我看 doctor 本是一刀爾 ，so but then 佢一刀吼講真誒啦，伊 doctor 本是安尼甲你傾偈啊，安尼講幾句話安尼款爾誒，了正呢吼，伊本無講吼蝦米特別誒 method 啊安尼款誒，我本是到 YouTube 誒位吼找啊，佢陣時。我本是try to 找啥講有人會鬥卡手安尼款啦，所以啱好有找到一個呢是中國誒，แล้ว伊呢本是有經過安尼款誒物件，所以伊有成日講有 share 幾哪個 method 咯，成日講你緊張啊是你安怎，แล้ว你 panic attack 啊是你會使安怎做。แล้วfrom there อันนี้ควันบันคิดโอ้咯แล้วอันนี้ควันโน้สิรู้จักเจแล้วแล้ว Facebook 嘅位咧嗬一般有成日講有等我講嘅是 Mandarin 嘅啦嚇，成日講有嘅係咪翻心院啊？你款嘅成日講可能counseling 嘅啊嚇，伊 on and off 一般有做安尼款嘅 ，because 我。後來我本較知講啦，我原來真正濟 teacher 本是有安尼款嘅 anxiety 嘅問題本，比如講迄個伊開迄個online 嘅即個若是有吼，哇！遮濟 teacher 去聽就，比如講伊老母有安尼款嘅問題本，嚇，แล้ว本是 free 嘅咯。แล้วตาม阿龍你講咩阿龍？我要講是咧有一個。按照講係較特別嘅情形，就是啲 Korea 本身有一條橋是可能跳下海嘅啫。迄個學人跳海，唔是叫學人跳海，一人跳，一人去，對，應該數咧我然後數咧，可是有分北邊甲南邊嘅，中是一條長長嘅港係就漢港，伊有25加27條橋嘅啫，但是有一條橋咧，可真係人去邊跳嘅啫。所以伊去跳港嘅人濟了啊，因為驚咯，所以有一間真正大間嘅公司啦，明講人本債啦，伊韓國公司 insurance 韓國公司，所以明講本債嘅 ，OK， 外請人本債嘅，所以伊都有一個 campaign， 嗰個 campaign 咧嗬，就是講啲迄個橋位咱用打淡薄嘅嚇，較 heartwarming 嘅字啊，嗰個 slogan 啊。就是講可能去愛跳港以前伊行過一條橋時，伊看到咧未必伊會改變嘅，伊會改變啊！伊會想到講條河因講得半有道理，特別你 campaign 係真係真係失敗嘅咋，because 後來有做 survey，
看到迄個畫咧嗬，考卡斯，迄個人更加愛死你咋 ？Because 但人本過好嘅日子，你去叫我叫 remind 我講啦，已經是什麼叫啦，已經 remind 我講嗬，你唔望未記講啊，人這個世界佢是真美好嘅，真水嘅，佢就係水環境單調路啊。對路是有啦，對我是對路是有，對我是冇咧就。可能有啲人講，如果啊望未記講你出來人啊，有啲人就是應該伊未打喊出來人啊，伊家己隨一條路嘅就。所以一看到佢哋話咧，一收到到邊，一放起佢咧佢後只小小就是接落來嘅幾廿年啦。伊自殺嘅迄個巴神所啦，比無幫以前咧關幾廿倍嗰陣，所以讓後來咧就冇辦法了，人講啊，即係你路袂行嘅，because 嗬，嗰啲人伊就發就講，但是有一個人伊要去自殺啦，伊要去死呀啦，你甲伊講，即係世界有做好，我嘅物件好，叫伊留落來是冇用嘅，未救到伊嘅咧就，未救到嘅，愛救咧嗬，就是會可以再講。有人會聽你講話，所以人到底迄邊咧，係放 specific 嘅電話號碼，唔是電話號碼，是電話亭咧，一個 phone booth，迄個有幾難嘅 phone booth 對邊嘅？你有影，你未打閒嘅點時咧，嗬，你去夾起來，都有人甲你講話咧，嚇，所以有人甲你講話啦，所以啊，點樣會救到啦？第二點就是有影，亦係有人 patrol 嗰種，即係有砰一聲呀，喺你轉到嚟啊！一轉就撞過嚟咧。哦 ，because 伊搞人哋你講人講啦，亦都有人講。我想講做乜事係 petrol 做乜事啊？伊嘣一聲。我有人 petrol 啲誒俾有嘢，你入市點整入邊？我想係嘣 CCTV 看了。OK， 我成個都係你哋，你油啊 petrol。OK， petroling 啊，油啦爆炸。我成個嘣一聲，伊 petrol 爆炸。誒，你我咪特別。OK， 當然我只係辦法啊，講淡薄嗬，就等於係你 Penang Bridge 嘅，係你跳江嘅啊嗬，你知哦，伊是嚴重㗎啦嗬，伊人做橋道，你知哦，當係你島邊啊，咁就講橋道是橋道啦，咱當人嘅橋道，我知。大型嘅嗰種，就是伊人就是上濟了，上濟甲人驚咧嗬，三擺嗬倒嚟邊嘢啦，一般河迄個橋道嘅人啲入邊橋道嗰種。橋道是做 ceremony， 就是好多靈魂會去 heaven 嚇。嚇，你當人嘅橋道嘅嗬，伊可以人多邊做咗，然後你是唔是講橋道一個 family 嘅，伊是橋道你隔了去跳海嘅人。咁就嚇有一個真正大型嘅橋道，咁就到你倒嚟邊啊，三擺安尼款咯，無安尼款貴嘅。其實嗬，人點知咱冇講過，咱冇講過一道啊嗬，咱講。我記人放咧 number 出來時，成日講咱馬來西亞有咧成 suicide 嘅 hotline 係什麼啊？我哋都講啊，befrienders 啊，對 befrienders，當今個有一個是大量卡士入市點整嘅，1999，跟住啊，特別 confirm 啫。所以是成日講。大量卡士1999。1999，你電話拍去1999啦。然後拍去有度人聽，甲你講話是唔是？有。哦，等我看，即你學我看即嚇。特別我講。Oh, katanya laman portal resmi Kementerian Pembangunan. Oh, dia Italian 1999. Italian kasih, sorry. Italian kasih jersey dia macam 1999. WhatsApp pun okay. 019 1999pun. Jilak nya. Jilak 1999. แต่เราตอนนี้看電視機不啦，你下掉啦 YouTube 會看到019啦1999。你特別1999有意思嘅，較演技嘅辦法有喎。1999什麼意思嘅啊？1999是我朋友嘅學校嚟，我朋友學校1999我叫馬大。成個台灣有一種兩嘅號碼，成係995啊 ，for example 995是995，995你知道？哦。伊有一句話，所以1999是毋是有599我999哦？
特別伊冇可能用 Mandarin 嘅嘛，馬來西亞嘅大連解釋都冇可能用 Mandarin 嘅，呢啲都是bahasa Melayu嘅時候邊物件。Emergency Malaysia 是999嘅嘛叫。啊，對，我覺得呢個係咩？UK 所以是 emergency 咯。哦，OK。But anyway，แล้ว我幫到啲 screen 你睇，一個看到即主角。所以下即係放掉。แล้ว就 so let's say 講啦，咱有只即無相位，咱會使去找人幫助啦，吼。我感覺就頂到嘅時候。我未必讓落嚟 professional 嚟使教人講者，我感覺就頂到是有人經驗嘅款啊，伊是無想到講，我會使去吹人鬥下手啦，我就是我袂我小啊，然後就是了嘅。當今，像你講較濟人有知即個但我講咩知識嚇，知識有我知較濟，你有啲知識，有你知講我當我 feel 到人講我是無是，像我嘅基本新聞嚇。讓我講過啦嚇，我讓大家看我是成日流作啊，講笑啊，嘻嘻哈哈。我家己 depression 嘅時候，我唔知道係人係知，但是講我冇個人講嘅事。冇人知啊？冇人知。我三刀嚇，我唔是講 clinically depressed，我有三刀。講啊好。我有三刀啊，我貴人入面嗬，三刀我捌經驗過。The most reason 我是1999年 ，no not 2019年 ，sorry， 2019年嘅事，哈。安尼 reason 對，所以變做嗬，我到啲 quarantine 嘅時候，唔係 quarantine sorry，啲 lockdown 嘅時 ，MCO 嘅時。對我嚟講是我 healing 嘅 period 嚟。我無 because 我開始是我為咗只康考實我冇咩愛見人啊。แล้ว我做錄音嘅時候 of course 是，我若是做短看 maybe 都去看做短看出，特別我會真正夠 compartmentalize 我嘅頭腦嘅。so 我錄音嘅時，我做工嘅時，我是只康考入面我見人，我只康考咧，係我個只做只個人 happy 個，所以我 happy 時我翕見仔嘅時啊，我覺得真正康考過呢。我翕見仔嘅時，我覺得會夾做下先真歡喜留做呢見仔嘅 perform 啊，所以真正對我只康考特別，我日過去錄音嘅時，我唔講啦，特別按響過去啦。我甚至錄音時留咗講笑啫，你背記一站，你讀佢就讀對佢你嘅 dark space。所以我感覺到嗬，因為我捌聽就係人講，我冇捌經驗朋友身邊人有行過這條路，所以我會再講，我知我頭一到掉嘅時候，我冇咪知，我真正 confuse，我講做咩事，我安尼好，咪夾夾了安尼好嘅時候，我紅險會感覺到安尼 sad 咗。安尼激心喎！你知我哋，你知讓一記邊咧學見到啲 fairy 行為話 the star 對其實 the star 是只出到啲 the star 嘅頭整嘅咧行邊嘅時候，到時我過對嚟嘅時候，我頭一擺 depression，所以我唔知點樣 manage 啊。然後我 slowly 是 feel 到講 maybe 我是 burn out。so but after that 我三刀咧嗬，過一第三刀我冇再講做乜事我 burn out 就是MCO 嘅時，我 burn out 嘅時候，我接落嚟想講我是 extrovert 嚟，我想我是靠人嘅啦，參人，我係 recharge 特別 actually 我唔是，我是特別靜，我特別自己離開就，我自己一人，我自己 recharge，特別安尼這年我40幾歲啦嗬，我覺得才講啊。原來我特別自己我靜一點先，我平時是有靜一點先，我 recharge，特別我唔知我需要佢哋點嘅點先嚟 recharge，所以我知到佢哋去，我係當叫我較細緻咯，我就講成日講，我係 feel 到嗰陣差唔多，而且暫去我 feel 到淡薄本，所以我 manage 咯，所以我就講我差唔多喺你感覺，我差唔多嚟，我 feel 到成日我就驚。會堵人啊！就感覺到 feel 到講，哎呦，哇冇咩愛見人啊！下時去我到去較點淡薄，我去較靜淡薄，我家己 recharge 對啦。OK，佢就 normalize 對係嘛？就 set 一 balance 我可以較 balance。我會嚇講起一個嗬，成日講
人 last time 是人無去發現到的啦，像我安尼款啦，我 in the end 我去我喺 clinic 嘅 doctor 安怎伊會甲我講，我應該是有 anxiety 呢 ，because it trace back because 我 from 4 from 5嗰時，我一看病呢，我就是去迄個 clinic 了嘅，所以迄個 doctor actually 伊是真正識。伊知我嘅 condition 嘅嘛。哦，你看你大漢嘅哦，咩 history 伊類落觀看哦。แล้ว所以伊講下吼，你 trace back 你嘅 record 啦吼，伊講我 from 5嗰時啦，我都 already 有食迄個心，互我嘅心臟咪跳安尼咩藥了，你知？嗰陣時那時 because SPM 咧，我 father 本貴先啦，嗰陣就是我 SPM 嗰時啦。所以我就有安尼款嘅問題，就是講坐條本好啊，你會感覺到講心跳就咩？所以我嗰陣時我就有食安尼款嘅藥咧，成日講to release伊放鬆你身體啊，你心跳甲無安尼咩咯？伊講啊，你 from 5啦就有安尼款嘅問題了，所以伊講到甲白路咧，就是所以就是真係久了，因為 on and off 我有甲伊食安尼款嘅藥。隔幾年啊，我就食你款嘅藥咧，隔幾年啊，就有食你款嘅藥，所以講啊，你看到對你 record 啦 ，actually 你唔是頭一刀安尼款嘅問題咧，你是你 from 你地漢甲白你安尼款，所以伊講你應該是到甲一個 boiling point 了，所以你應該愛看心理嘅 doctor 了，所以講佢哋學到 release tension 嘅藥喎，佢哋細細粒嘢，伊講下嗬未幫助到你啊咯，伊講。我是要問嘅，就是講你安怎會知咧？你是講無經驗嘅，我家己捌經驗過淡薄，我家己會 depression 嘅經驗啊，失敗，then 你話我經驗過呢，特別我俾知講。當劍後，你識講唔捌嘅人啊，你安怎知講這是你 symptom， 你安怎去 seek help， 安怎去找人幫助咧？你講有人唔知哦，嗰邊我感覺有咯。真濟哦，你安怎講話咯？講話安怎想講？你原來這就是心理有淡薄要幫助，唔是講你無好事啊，阿咪無好事咧，你身軀無好事嘛，是講你咪是打藥膏，或者你藥膏水是嘛打藥膏，你要看下你心理無幫助是嘛？安怎去救你？安怎去鬥下手你 I think 馬路嘅人呢，較濟頭一項就是 Google 了咯。แล้วอาบุลี就是 YouTube 咯，特別我是咪講 make sure 有當時你講對你係咪叫 WebMD 嘅 circle 時你就驚，你去看 WebMD 你個驚。對，就是講我 friend 哦，就是頭一項佢哋 doctor 講嚇，你 monkey search，你若是講，你是想到第一步好嘅物件，你除掉。對，伊就講第無好嘅物件咧，特別 I think YouTube 呢，你就要看咯。成日講我找到嘅是啱好是有拄到一個是伊經過啦嘛，所以伊有伊嘅真正。你感覺到你會聽入啦，對你哦，即係成個玩咧。嗰是有，無伊講嘅 method 嗰了是有，佢哋成日講學說嘅，就是講。from 係咪 doctor 嘅 chat 啊，呢款伊個路，所以伊個路 share 啊呢款嘅 knowledge 嘅。所以你要較知講成日講 make sure 你找到會 seek help。Of course，你人嘅 service 應該是有 provide 呢。somehow 我是去看 login，按照 advice 啊，就講主要就講啊，要頭一條，愛知講這類是係咪是心理有幫助，要需要就幫助啦。係你 symptom。Number 2，安怎 seek help？ 其實是安怎有安尼款嘅 symptom 啊，我本未曉啊，我嗰陣時是唔係是 helpless 啊，我家去找 doctor 嘅喎，所以若是講普通人安怎咧嚇？安怎知講是這是 symptom 咧？ professional 講啫。OK， 普通人咧係有改變，最簡單嘅一句話先。有蝦米物件變咧係你家己會知嘛？對，有時陣咱感覺無，應該咁講，咱感覺無變，特別身邊嘅人看咱有變。example， 困，失眠未困，未食。未甲人講話，本食女朋友招你，要去食
食好料的啊，特别诶，一落来你钱属夹做嘅物件咧，冇心氣啊！已經有下，你關係大禮拜你家己要去做 exercise 嘅，特別咧一禮拜、兩禮拜，哦，較濟啦，14日啦，兩禮拜，若是 consistently 嚇，未困還是食冇無 OK，甲人誒迄個甲人誒溝通講話，甲人誒溝通，本身誒。阿陣講話是安尼話咧，特別紅音你聽伊嘅聲變，無聲，吼。แล้ว伊做工，我無蝦米，伊袂講只專心嘅做工，袂 focus 做工，呀，嗱也是無記啲，嚇。你明明甲伊講啦，等陣咱去 Queens Bay Mall 啊，等陣嘛個伊個 text 幾點啊，咱幾點啊到落去啊，即個甲了就是 symptom 啊咯。所以 symptom 咧 actually 會談半吼，你。腦嘅想法，有時陣你想到甲了是無好物件發生。哎呦，我拍 vaccine 死咯，是唔保險，確定啊，我唔對，安尼確定我拍了我死咧，真正 negative 嘅，你想法變了。還是你看到人做工，你當時做工，安怎伊會做，安怎我袂做，是你對家己嘅心冇影響到啦。總之你想法啦，你看你家己。本身你是會做嘅，有時陣啊簡單嘅物件咋，特別你若是有着一個所謂一個真正煩惱嘅啊 ，anxiety 嘅symptom來，啊是真正 depressed， 真正無歡喜激心，真正無歡喜嘅是，迄個激心是甲激心嘅激心啊哈，咁迄個激心是無理由嘅，無理由嘅激心，無明白做咩事啊？好好唔緊要，我係激心嘅對，無明白嘅，所以講我係八卦心，我激心，我係電話碰機，我激心，我係搞事，我激心，迄個有理由嘅，所講你知嘅物件啦，迄個激心咧係 OK 嘅，特別咧嗬。明明我逐項好啊，我無路個，我係頭家個升我啊，我係前頭個起啊，升級，แล้ว我教因，我個歡喜啊，我係寶個好啊，我係翁個好啊，是我係partner個好啊，咁樣我 OK，特別我風險，我唔知蝦米事會激心，迄個就是一個 symptom 咯，แล้ว個有你想辦法，唔是想辦法，你想法變到，แล้ว你嘅心情變，是個風吹來吹去啊！你一陣哇，有時好，有時歹，你看起落，有時好好咯，有時好好，嗱起落真正快啊！有時就唔是講真快，唔使講真快，伊會變啦，伊會變。總之係咪款嘅變哦？變個風險真歡喜啊！你唔茫歡喜咯就，若是講你看你是變人啊，風險。變個咱是講真正 high 嘅啊，伊可能啊是 depression 本啊，有一種嘅 depression， 唔是講咱人看真激心嘅，伊是 high functioning 嘅 depression。伊是kilo 上大咯。唔是 kilo 呢，伊會真正你看甲了真正 positive 嘅，伊袂 negative 嘅 thinking 嘅。迄個是啦，做工本哇，甲了真有哇，真來 motivated， 真正 motivated。就是講伊是 overly positive 嘅人本身有問題嘅。迄個是咱是叫 high functioning 嘅 depression 我俾佢講，而家sometimes，咱係誤會了這物件，因為即個唔是講你有就有，還是無就無，咁咧有大嘅就有大嘅，成日咱超 volume 到電視機可能有大嘅，所以有時咧，即個物件，像咱講嘅較濟是真明顯嘅物件咯，9啊8啊真懸嘅咯，特別有嘅物件，有當然是一字是無咪快出，就不是，伊人本是感覺到無咪平衡嘅咯，無平咯，所以即個是咱愛看大文嘅，所以 even it 那些狂是 normal 2、3啦，你被換下邊啊，本是 symptom 嚟，所以隔了本是有大嘅，所以那些你 overly positive， 你 positive 淡薄，特別你人迄個人，敢若伊知家己知講物件無有一個不平衡啦，無平嘅物件啦，迄時嘅時陣特別家己看家己，要 maybe 去適合咯。對，所以
講得嚟，按怎會知嗬？就是你心情咯，emotional 咯，你哋去看咯，風險、起風啊，淡薄都逼切啊，一下本車伊是順順的，特別你按怎這禮拜大節來哦，按怎佢講就冇話呢嚇，伊就真逼切啦，無你耐心去聽你講了嘅，啊，迄個本是一個心得嚟，哦，了個阿咩啊，你嘅 physical 嘅咯。生理不啦，身軀嘅成就到嚇，你身軀嘅時候食啦，未食還是食少濟？還是白飯啊嚇？哎呦死啦！冇啦，迄個白飯嘅，迄個激心啊，迄個為人激心啊，嗬，風險啊，嗬，所以嚇，即個身軀你快掉嘅，嚇冇心跳，啊，你也冇你手流汗，即係呢嗬，你還是卡本下本，流冷汗，แล้ว你講話，還是你講話是未順咯，成日你講話講未出，條劇，講未出條劇，所以即係咱人身軀會看到嘅，有嘅就是早 BB 講咯，喘氣嚇，你喘氣啊，成我哋感覺。我無夠氣，我成愛死啊！嚇，迄個本是一個身軀快掉啦，無頭痛嚇，了無為人是蝦米做？為人是家隻痛眼啊，無就是有誒是即邊見頭是阿毛管啊，即個老是有可能你特別去愛去宰過咯。阿媽我會是唔是講？你是無明白講，做咩事人會感覺到 physically 會感覺到安尼款是唔是會話？你未知，是唔是喺 chemically imbalance 嘅事嚟談？就是講 ，hello， 安怎嚟心紅一會去調緊呢 ？physically 咧，即係 reaction 對你。迄個有啊，迄個有解釋嘅，伊講是迄個腎上腺素啊。咩嚟？我不要聽，阿毛叫咩？腎上腺素咯，身軀嘅because 咱身軀有無相嘅 hormone 嘅，right 所以 chemically 影響咱叫做你咱是叫做什麼 adrenaline 啊 ？adrenaline，伊講嘅就是 adrenaline。咱有 happy hormone。Right，แล้ว你做 exercise 過後嘅時，因為無相嘅 hormone，endorphin，對，安款無相嘅 ，yes， oxytocin， neurotransmitter 㗎啦。嗰隻你是係咪啊 ？serotonin 啊 ，serotonin 嚇，對，GABA。所以即係無相嘅物件，特別係化學啦，嗰陣時咧 chemically，所以我時做唔算能夠，唔是化學嚟，唔是化學嚟，即是身體裏邊放出來嘅嘢。我想，咱身軀唔是講能化，我是講化學是 chemical，唔是講 reproduce and artificial 嘅 chemical 就，嗰啲 chemistry 呢就，咱嘅身軀裏面嗰啲是無相嘅substance 啊，無相嘅物件誒講出，係做咩事我做咩事會講 chemically。differentiate 就是我未驚，唔是講我愛做我對成個 turn off turn on， 我未驚你成個，所以我 shock 嘅時候，知道我到底就係驚嘅嚇，我吐到我目睭啊，我目睭流血，一白位一濕硬去，然後我看到嘅時候，我好像就錯咗啦嚇，驚咗，特別我就怪 stable 啊，我怪 steady 嘛，我講 OK， 我唔要緊，我賺嘅好事，然後我自己看落觀看對水下面，我到底就係驚嘅時候，我 sick 去。所以我呢條 shock 一下，我身軀已經衝出來，adrenaline 已經衝出來一下，我變做我顯其時我未 control because 我係時我chemically 特啲我身軀做我 reaction， 所以我未 control 嘅。所以當時人嘅心理裏邊嘅影響到物件嚇，唔是講你嘅 outlook positive 但報道會好了，你講你物件啦，你未 control 啦，你物件。是，特別我如果講金國有人感覺就講有一種嘅看法，係一種就是講有淡薄偏見嘅看法啊。講如果去看樂觀，看心理樂觀，就咪係 something wrong。人就講 something wrong 啊嘛，你變咗成個就無邊嘅物件。互動嘅個人係呢。
你講誒，你特別去看真辛苦啊！你講你想乜笑呀？嚇對。你就要去看，唔是我去看，是你唔對，你去看個對啊！咱應該做仔去看。尤其是係咪就那我特別用一個福建嘅 podcast 嘅一個大家去叫大家啊，比較一個按照講較注意啦，因為有時陣哦，爸母啊，爸母是真重要嘅啊，因為囡仔哈。真濟時我看到是啥，細細漢時候可能有淡薄心疼嘅就，特別因為爸母爸咪會接受嘛，就講哎呀冇事啦，冇事啦，哎呀這是正常嘅啦，嚇 ，including 有會講伊是甲班講話爾啦，嚇，伊甲班啊，伊逐項甲班啊，甲班學行啦，甲班講話啦，係咪啊？變做有會 miss 掉迄個。黃金嘅點聲，迄個金嘅點聲去醫啊，去 treat 啊，去幫助伊啦，伊好嘅點聲去幫，對有效嘅點聲去幫助，伊點聲你變做成個放棄嘅，看可以走去，你走去，你就係走去，然後變做好會影響到迄個囡仔咯 ，because 點聲袂等人嘅嘛，對，所以等家級辦嘅時已經是加辦啊咯，本是加嚴重啊咯。會我講咩？我甲你 share 一個就是話，等陣，會我等陣講即係白毛咁話幾講啫。關時咱香港啊嗬，真係白毛用龜頭見獎本啊！哎喲，咱是買龜頭見獎本，你感覺因為真係物件唔是咱嘅專科誒，唔是咱嘅 expert 啊嘛，所以有時咱特別知講，即個淡薄唔對，特別咱去找專科，咱去找 expert 啊，咱甲人講啊，咱咪聽咯，咱咪看人意見咯，咱會使講。免講去上錯冇得聽。冇啦，冇半項嘅啦。買嘢嘢買聽，還是聽，一百項物件，個會 rhyme 嘛？因為家姐我啱講啊，咱淡薄得驚，是講驚，有時你感覺到，成人看車，淡薄單聲哦，不要緊啊，咪去管伊啦，有出事了，家己看 mechanic 啊，特別 accident 聽到聲嗬，咱聽到聲。冇半項嘅嘛，話佢 mechanic 啦，mechanic 同人講冇半項咪冇半項咯。對，mechanic 叫人換，咱去咪換，跟住換，跟住輪到6個月。快拎到去。即係迄個 mindset 咯，咱愛人關於心理健康嘅哦，是咱愛講，你感覺到後面嘅冇 balance。去每一個樣啦，個意見淡薄咯，แล้วรู้ไหมใจ講按照做咯。會爸爸你咪講你好會喎講聲。真濟物件本是啥，咱甲外人講啊，咱甲一個專家講啊，咱會甲放心講，講出來人講 get your judge。真濟話你袂甲你爸母講，你袂甲你家己人講 ，because 伊人有家己嘅偏見。所以家一個人捌你嘅啊，你講嘅是第完全，你第完全會點聲會講會出，就是你第正心會呈現講出來。所以迄個人本是第會正心熱心，教你安怎了安怎解決。所以所以真濟人講，安尼款嘅物件就免去看蝦米嘅，家己出來家己解決呀，袂有個物件家己出來袂解決，你特別去看專家幫助啊。會話你講咩會話？我甲你講 ，teacher 本是真正要緊嘅咯，頭先講嘅囡仔嘛，對。所以現在嘅 teacher 成日我人較後期嘅 training 呢，我人 teachers college 嘅 training，我人是有 psychology， 我人有讀 psychology 加 counseling 本嘅咯。較老一輩嘅 teacher 呢是無讀安尼款嘅，就無讀一個 psychology 加一個，所以伊人上加較對囡仔呢下就較無安尼一個無安尼 sensitive 嘅。了有嗰陣時我做 form teacher 嗰時呢，就有一個囡仔吼，伊就讀我 class 咯，了。伊 last time 嘅迄個previously 嘅 teacher 呢嗬，伊就講，迄個先生呢就講呢，哎喲，即個囡仔真正歹嘅，了話，哎呀，小嘅規日點愛伊成日愛
爱赢卖输的嗰種。特別愛贏賣輸啦，是對我來講啦，我 observe 啦，嗬，是真正奇怪嘅。安怎呢？譬如講嗬，踢球啦，人踢 football 啦，嗬，踢球啊，你人家了是做一個踢嘅嘛，咪一粒球爾嘛。特別伊袂使喎，你袂使甲伊爭迄一粒球嘅，伊愛伊家己一粒球爾嘅。你人袂使來動着伊球嘅，你只動着伊球爾啦，嗬。伊會去，伊就一頭來貓迄個拍別個 student 咧，你就拍迄個搶伊球嘅喏。所以，伊種較老派嘅咧，伊人就感覺着講，即個是一個問題學生。是歹嘅。特別呢，對我來講咧，我是發現着講，伊嘅心理有淡薄無咪對皮了，伊上加。聽就像個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perger 是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然後最後那時我就做一 form teacher 咯，一起來我 class 時呢，我就做一 form teacher。然後我發現到講，伊嘅 attitude 啦，唔單止安尼了就，伊跳來跳嚴重了，就是安怎呢？伊會使家己講話，伊會甲伊邊仔會無人嘅啦，特別伊會甲伊邊仔像個有一個人安尼講去講話嘅。OK， แล้วก็แบบกินแล้วว่าจะ甲伊也是啊，แล้ว有當時伊起笑誒，伊像個講像個講啦，แล้ว像個去拍別人啊那款誒，sometimes 啊，我就被比伊較惡啦，我就被打伊，你就打伊啦，伊就扯起來那款誒，所以我就感覺到講，即個上加唔是歹啊，唔是講伊無乖呢，即是伊應該是有問題啦，伊精神有問題了誒。แล้ว呢有只濟道人 try to 愛甲伊 mother 講，特別呢伊 mother 呢就是上加甲了人安尼款嘅想法咯，就是講無理由嘅啦，我囝無安尼款啊，伊都厝只乖嘅，伊都厝啊，伊都乖乖讀冊嘅，蝦米安尼款嘅，特別我講OK 咯，伊 parents 袂接受嘛，แล้ว上班校長有找伊爸，แล้ว伊爸咧好是真正惡嘅，就伊甲校長笑咩喎，แล้ว講校長成針對啊，成個針對伊囝仔嚟款就特別無安怎去針對喎，對，แล้ว不要緊，慢慢起來啦，嘛無去理伊啊咯，本無去帶去看 doctor， 蝦米本無咯，伊就到6年級了。OK， 到6年級嗰時哦，有一日嗰時呢，我看伊啲畫圖畫，就伊只是個畫物件嘅。特別啊，我去看伊圖畫吼，甲了是畫地獄啊，了死啊，死亡啊，那款嘅真正 dark 嘅，你知道伊畫，成個硬是你看迄個鬼嘅戲啊。應該都有聽啊。應該都有聽啊，但係會話講，OK， 會話出嚟，每來出嚟見到時，伊係把 abuse 是冇。冇，等陣我講啦，แล้ว我本唔知喎，แล้ว我人有 ，OK， 我看到佢哋圖畫了我本有安尼款嘅感覺咯，成日講伊是唔是有 abuse 㗎，是係咪啦？特別冇啊，伊爸冇咪有啲嘅。一般是無咪有啲厝嘅，一般呢是到台灣嘅為做工嘅，快有累本嘅啦。แล้ว一般本是做咧較安怎講下氣道嘅啊？安怎講氣道？我社會啦，暗成啲，安尼款嘅愛，แล้ว暗成啲嘅。所以我會了解講安怎伊個了畫嘅物件是安尼物件啦。特別 OK，我無辦法去甲伊
father 沟通嘛 ，because 我寄袂出虾米 evidence 讲伊囝有成日做笑啊，是咩 attitude 就你在教伊教甲伊成日讲较大汉了，成日讲6年级啦吼，你1月若时呢，我就看伊就识话呢款物件咯，教甲2、3月若时吼，伊就识笑了哦，安怎呢 ？suddenly 吼，伊会到班里会讲啊，我爱对厝了，安尼讲咧，吼就寄伊 back 了吼。就走了哦，了你知我甲了啊，就是找我尔，甲了就是 form teacher，即了，囡仔就来找老师，他要回家了，伊要对厝了，伊夹 bag 了，伊拖掉 bag 了，哎，出家去迄个门迄边了，了我佢就边去慢慢去掠一堆来，了有当时呢吼，伊个。讲下我爱死了，你讲得吼，咧伊就走去迄个操场诶位啊吼，困到咧操场诶位喎。哦。迄个是笑了就是有影是有笑了，了伊甲伊边仔讲话诶迄个无人讲话。是伊拿来拿坐到了，翘来翘坐到了咯，常安尼款了，了个不要紧，伊真正 sensitive 吼，伊袂使看着人啦。bisik 啊，不是 bisik 啊。哦，hypersensitive。边仔你看讲话，你看啊，也想讲人讲嘢。你看讲话，对，伊一看到了啦吼，伊讲，女人是爱杀掉我诶，然后伊就夹 MP 然后去堵人诶，你知哦？哇！吼，是真正会做死的。我必须一个讲，要紧他们迄個學前班講迄個囡仔。黃金時間啊，我當今想到咧，我小妹古早有一讀小學嘅時啦，1年級、2年級，有一個囡仔就是安尼講咯，規節啊、bully 人啊，了買公司物件就，然後當時特別做物件公司，伊達到袂使，所以因到3年級嘅時啊，人家了講伊嘅心理有物件咗，特別伊驚甲伊媽啊，伊講無，伊是啲厝互伊人成歹啦，係咪？到在13歲、14歲時啊，了伊荷爾蒙甲了實嚟時啊，直頭有影是無醫無格，起笑啊，直笑人經咯。哦。就是達到你講咧，我就想到迄個囡仔咗 ，because 伊是我小妹達到對來就講伊故事嘛，哎呦，驚住伊做蝦米 ，because 伊成日達節目有故事有 drama 咗。對，達節有故事嘅。達節目有故事嘅，伊講。我做伊放啲咗啦，我就要穿嗰啲哦，大家知。所以佢哋 doctor 講啊，伊上濟年啊，伊人無夾，伊袂曉 manage 啊，แล้ว伊 teenager 伊 hormone 只 start 嘅時候，頭起笑去，แล้ว一頭直笑人驚咯。然後3年都冇出來過，所以伊唔使安裝嘢，拍生啊，一個囡仔，伊個真講。所以我甲你講 teacher 是真要緊嘅咯，了嗰陣時啦，我就是有呢就是成日做一車咯，你就做一車啦，伊會使到你啊成日正常就對嘅，你就伊成日，都比伊較大聲，伊成日講伊啲亂啊，伊啲癢啊時哦，你擺一下咧吼，你甲伊講你把路呢去坐點，了伊就會車就對嘅，使到你掂去了吼，了伊就。行，伊就點點去行去坐伊位啊，係喎。你知，成日有淡薄笑安尼款咧。了，有一道若是呢，我人6年級了嘛，了愛去迄個畢業嘅旅行嘛吼。了個 teacher 反對伊去，你知喎。了伊發呢就來個 school 嘅位，來個學堂咧，嗬來找我。แล้ว伊 father 就甲我講咯，你人安尼款是對我囝有偏見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成日講無公平咯，對。แล้ว我囝到厝啊，安怎。แล้ว啱好啦，本是 maybe 是睇你天嘅安排啦，我甲你講，伊就是到嗰陣時係起笑哦。哦，第8來時啊。伊爸到 office 嚟位嘛，伊爸到 counseling 嘅 room 嚟位啦，แล้วว่ากับ伊爸啲講話嘛，แล้ว student 去掠啊，伊發作咧 student 就掠掉伊嚟 counseling room。哦，所以無計包啲，伊是到啲房間嘅發作，แล้ว掠嚟除。哦，唔使講伊爸到邊就，แล้ว我人就嘛帶伊入來咯 counseling room 咯嗬，แล้ว伊。看
看到伊疤就死啦，即頭冇變去。你知哦？伊變甲成個鬼入身安尼款，伊規個人吼，規個面青起來，個唔要緊吼，伊啲變轉喎。哦。你目睭開甲大大淚咗，我本着青驚。你冇看過伊安尼款呢？我唔係看過伊安尼款，了我着青驚咧，伊疤劃伊一聲咗。講啊，唔係安尼款，咧伊啊180度吼，變做正常嘅人去掂去。哦，伊驚啦呗。一畫呢吼，伊就成個規個人青起來呢，可能吼咧，伊就坐掂掂了嘅喎，安尼喎。你我講安尼都唔係是有問題啦嘛。你我甲伊發咗講咯，我講嗱，你家己看咯，唔是講我人愛安尼款啦，了安尼伊是真明顯是有問題了。所以你若是講來講呢吼，我人 counseling 嘅 teacher， 了我人鬥下手看。鬥下手路啦，看會安怎啦，了 in the end 我人有介紹伊去檳城啊，有一個位啊吼，伊是 free 嘅，伊有迄個心理嘅 doctor 個了到邊，特別是 service for free 嘅，到80邊嘅，了有帶伊去看咯，了 doctor 成日是有講伊有迄個啊 schizophrenia， 嚇。了，伊成日會，伊有真濟幻覺，所以伊會多發啊起笑啊，了會看到物件啊，了甲人講話，甲聽到聲，款聽啊，了。哎呦，真係，啊，唔使講啊，你聲袂好勢。你聲唔好勢，你出去一個就咪就等於你聲唔好勢。伊是地準，伊啲水裏面個地準嗰數。係啊，第一嚇 ，OK， 嚇第一嚇。Because 我做出嚟 for 係 benefit for 係mental disability， not mental illness 嘅 for benefit 嘅。Normally 見啊冇被因冇 diagnose with schizophrenia， normally 是係autistic with PANS or autistic with PANDAS 你 expert 應該知。And normally 有 autistic with PANS, autistic with PANDAS because panda 個 panda 係咩autistic with PANS 意思一個 call 啊 PANS 係咩 PANS 是short form 嚟short form 嚟PAN 啊 PAND PANS or PANDA OK I see normally 我冇看過啦 because 有陣時有 because 這個 mental 嘅 disability 啊唔是一項物件 exposed to autistic 呢 because autistic 是一個 umbrella 嚟的OCD also autistic 囡仔本是 fall under OCD OCD 真係 autistic 囡仔本 OCD so 其中一個成個影響 behavior 我聽過是較即是 autistic with PANS and or PANDAS你個只物件就是人 especially now 嚇，人都比較細緻，就是講人實在嘛，冇差唔多 naturally 啦。你就係聽到人嘅 case， 你就聽到啲 case 嚇，你就是講，哦，意思係咩？意思係咩？你特別學下你 professional 去做一兩個工作 ，because 我就應聽到，哦，你係你嚟係咩？啊，咱香講啊，because 咁梗係變老官期都知我啦。我 YouTube 看佢係咁正嘅啦，同你講。basically normally 係 behavior 係 specialist 像讀 ABA 嘅人啊 ，speech therapist 啊 ，physical therapist 啊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因為冇叫這個囡仔 as non-normal，因是叫是講是 not neurotypical。neurodiverse 冇唔是用迄 typical 字，袂使用 not normal。neurodiverse 就是 non-typical，就是 diverse 啦。係 sensitive word 啦，袂使叫 not normal。我有一個朋友，伊是個好淡薄，但伊唔是 mental 咗，伊是有一種嘅病叫做 Tourette syndrome 嘅。Tourette。特別
伊大汉的點聲是無人知有這個物件誒，所以伊行業伊有自己啊，伊行啲學堂裏邊，你看行業起小嘢咗，一直就行誒，啲拍架機嘢咗，伊家己別 control，伊條家己條車驚咗，伊家己條車講總是家己嘢，你看咗，伊手行係拍架機嘢咗，所以伊都唔敢甲人講，伊都考咗，所以伊講死咗是唔是？幾接線拍白了啊！幾接線嘅是咩啊？伊唔知係咩數咗，係咯後來咧，到學生發現到了，先生發現到了，係咯先生就 start complain 了，complain 係咯，班嘅學生嗰度就笑伊了，先生就罵伊了，先生就講到別聲嘅關了，又電腦説伊了，講伊歹事，對，但所以伊唔知別人做咗，特別定覺啦，伊 mother 是讀過咗這車人嚟。伊 mother 唔知係咩物件，特別伊 mother 相信一項嘅，我查我無去消，伊相信一項物，我查我無去消，我出來去看老君，我叫老君行老君冊，互人看，講我查我是正常嘅，所以伊去看老君，伊去取錢咗隻老君就，後來有影正常取咗隻老君講，你查我係呢啲是 Tourette syndrome 嚟，伊嘅腦 hormone everything 嗰啲是正常嘅 ，it's just that 伊嘅腦裏邊有可能是有一條。見裏邊有 certain 嘅 something like 伊裏邊嘅激素啦，無好事了，伊會做個要航向產生啲嘢，叫誒，特別伊人上物件、做物件、做工啦、講話啦、寫字啦、讀冊啦，咁了是正常嘅。伊無 disability 無 affect 到隻，伊講同伊路誒，伊講伊做大漢咧，有可能做好，啊แล้ว若是講伊暑假做嘅物件嘅話咧，最好是學伊去做，所以。伊本地是 parents 佢無講想俾學伊去咩做戲啦，咩唱歌啦、跳舞啊物件 ，because 兩等人嘅社會就是因為講即係別人嘅物件嚟嘛，對唔對？特登嚟做老官嘅嘛，特別夜晚都直接聽到 doctor 講，是來啊，對，doctor 講咧講我伊愛做嘅下面物件，伊會 concentrate 做嘅物件咧，學你幫手可以去做，所以伊做 actor 去咯。所以伊特到伊表演點時啊，伊無數嘅咗，伊無數嘅，伊無表演點時，伊就點治療點時啊，伊用咁，伊為我同你講，伊唔是一個人啊，很無數嘅事，伊用咁講起來就，伊連困嘅點時，伊家根本未 control 嘅，伊困嘅點時，伊困得嚇，伊手會拍入嚟咗，跟住往白白出過 business trip，然後伊拍入嚟咗，伊用咁困得伊。人講起來咗，用講起來咗，所以呢啲飛機我嘅白坐飛機是用緊，一到時嗰是半暝嘅飛機啊，哇！一到時掉我真啊甜啊，佢飛機人 complain 個亂咗，特別伊唔知咗，伊困去，伊唔知。誒，你睇下聽個字嘅，有嘢是有好嘅爸母是真係有見嘅咯。係啦，有無好嘅先生本嚟係死人嘅嗰個。朋友啦，朋友本就 support system。你人會公司有去學堂來解釋給校長先生聽，了伊人阿甲看到嘅時，該曉甲爸母講 refer 給你人照顧。這是真好嘅啫，我都希望有咁嘅機會。特別因為大間學堂嗬，咱馬來西亞這邊大間學堂有counselor 本。政府啦，政府學堂500個學生都是有一個先生了嘅，一個輔導嘅先生一個 counselor。對，是講老實講，先生過袂掉啦，因為會500個真係咧。冇，我講是講。一個還是兩個哦，其他啲學生會過袂掉本啊，有安尼 case 本咯。แล้วก็有嘅是大學堂嘅 counselor 也冇有伊嘅樣嘅 challenge 因為唔是講主管來嘅嘛，較濟是有 discipline 嘅媒體啦，嗬，แล้ว先生講伊咁媒體แล้ว去見 counselor，然後咯，變咗是唔是講。當今嘛，我感覺咧，我自己就是個派事要俾假路啊！你可能看學啦，對，所以即個愛假哦，有加無常咯。因為啲一接來是已經是 negative 了呀。所以做咩事咧？我係無常了誒，我係無常了誒。所以我諗到這邊輸錢嘅位啦，就我是輸錢嘅 counselor 嘛，就好累嘅，所以變咗滿有 stigma 嘅，人講嚇。
我去找爸母，嗰條河女講話了喎，啊佢條河女啊，哎呦，有 guarantee 哦，時候會啊，伊講啊，我 guarantee，你別聽，我愛笑，我講唔敢笑，我人家沒有 guarantee。這是事實嘅，因為咱人誒國家這邊啦，我應該是會講。咱 Asia 這邊啊，亞洲這邊啊，無像甲美國啊咩啊，不要緊你類似 claim insurance 嘛，所以你袂感覺講，迄個 pocket 袂聽到，你知無？心袂嚟聽，你知無？成講咱心裡有問題啊，嗬，แล้ว我個要去專業啊，我個要去河類咗，所以變做真濟人嗬，迄個 accessibility 無安尼濟咯，未達人嘅本事本啊，แล้ว感覺到講，哎呀，這個物件。冇咩要緊啊！我食飯較要緊啊！我特別累嘅去買飯來食，特別老實講，咱人大人嗬，15%入面啊，咱規個人啦，唔是規個人，無想嘅規人生嘅路入面啊，嗬，15%啊，咱人是會有着心理嘅問題咯，時候會是換工嘅時啊，嗬，啊是風險好事本，升級啦、生囝啦，查某更加懸嘅咯，會着迄個咱是講 postpartum 嘅生囝風險，生囝貴啊，會迄個 depression，有啊是當然讀冊嘅呐，即個 pandemic related 嘅是。變做莫去學堂，驚考冊，真正 stress 嚇，然後變做那款嘅情形咯。你真唔知我細漢嘅時啊，唔是我細漢中學本啊，我考冊嗬，我應該是有 examination 嘅anxiety 啊，我變考冊啊 ，before 我考冊時候，我就學笑嘅啦。แล้วว่า是 physically จะ發燒你睇ว่า temperature 嘅時候發燒，我係會講發燒。แล้ว我媽講你到底是係咩事？你是唔是 gas？ 但係แล้ว我講我睇ว่า temperature 個原因就發燒喎。แล้ว變咗我先生本嫌佢講做咩事爸爸變考冊你都冇嚟。แล้ว我同我 parents 就俾佢教我先生講就講係咩事？原因就是發燒，有時候講我。是做 excuse 咯，我 examination 我就是發燒嘅，我是老實講，我真正 stress 啦 examination 我就冇暑假考冊，我係 physically 破病咯。是，我見那是病，愛去還是一禮拜啊，愛 exam 呀嚇，考冊時啊，哇都破病了。我都冇認識啦，就講 gas 咯，就是我咪每我先 gas 嘅，一隻有啊，可能 symptom 出來嘅。我最我媽甲我講嘅就是，我細漢嘅時，伊講 ，because 我特擺我嘅考冊點先是準準嘅嘛，我已經未 start 嘅時候，等我啲 start 講其實是係咪物件？我媽講伊去到迄一禮拜時，我無破病，考冊只個無病去到學堂嘅時แล้ว無伊是講伊。我媽講安怎亂換，用換伊嘅 postpone 我 exam 期較換一禮拜，我冇較換一禮拜發燒啊！發燒，即係對調。我讀冊時做一個先生咯，伊隻來嘅時候，想頭 first week 嘅時候，伊講我要做好先，我就係講考冊 test 啊是真 stressful 啊，我學亂個啦是 surprise test 嘅。哦，唔使佢事啦。我諗過了攞晒，突然之間破病啊！哇 ！Suddenly 住嚟 test because it can't today surprise test because 伊講我咪好多人 stress 啊嘛，所以我諗頭係計驚嘅，佢加 stress 個。嚇！突然之發燒係嘛？啊對 ，OK， 你兩條講就差唔多1:50分咗咯。然後我個邊有見㗎。正記他個有人要問係咪物件，咱都有機會到啲正嘅白毛甲邦即係我即係邦唔正邦，但我叫咩？我真係走啊！我正邦加即係到啲事啊，攞係咪叫咩問啊？是路 before 走是攏被講係咪？
物件互人知，尤其是人你在邊咧學見你聽講啦，話第一個就講那是下面本講嘅嘛，所以你有下面物件會我嚟聽講講是別人會問，互人機會講啫 ，before 人看。好啦，這個是一個真好嘅意思 ，because 咱Malaysia 古早嘅時啊，真濟物件人對袂着，聽有影真 encouraging 咯，like 咁款嘅物件，是講有陣時人唔知呢，你知？但人知啊，當今若是人聽到，人會使講介紹者啊，你家己去研究看即個會合你袂合你安尼款。對，我特別我感覺真重要嘅是，咱人愛關心啊，愛實關心。關心唔是關心咱家己，唔是關心咱家己厝嘅人，咱愛關心嗬。結果你大嘅咧，apartment 你 condo 啊，是你大門啊，你厝嘅嗬，你愛注意者咯。特別我講注意，唔是講注意歹人啦，我是講，咱愛關心講，你看到有人，風險激心啊，是啥物啊？好唔好啊？你見唔伊？成我有喺度 practice 嘅嚇。我看到 cleaner 啊，我會甲講，hello 馬姐，會甲講，先幫幾句啊，反正就，因為你唔知講，你下面，你唔知講，你第時甲伊講 hello 嘅一句話吼，影響可能影響到伊，有可能救到伊啦，神拜。對，咱唔知嘅，明白？因為我感覺當今嘅世界嘅人，甲了是。咱對人方面本質嘅嘛，特別當今因為社會嘅歹事愈來愈濟啊嘛，對，咱人已經着 train 講，爸母講，你問甲唔捌人，你問甲講話，問甲講，對，咱人有遐尼驚，特別驚時吼，我感覺更加重要是，咱人要去 start 要去擱再去 observe， 愛去觀察你身邊嘅人，吼，even though 要甲你有緣的人啦，我是講嚇啦，就講你看到，尤其是咱大上一個位嘅，還是你做上工嘅位嘅吼，有時陣你每一個你嘅同事，你今日看，哇，阿種你今日看成介善嘅吼，有啥物物件發生嚇，你按每一個關心對，即個關心真重要，因為當今要老實講啊，I mean 爸母會使教你來講本啊，因為我能看到嘅是。真濟迄個training 本好，尤其是即個 pandemic start 咗後，迄個 webinar 係咪？target on 甲了是較濟啦，是迄個 professional 嘅邊 upgrading 嘅 skills 嘅 training 咯。尤其是 suicide prevention，咱講要安怎會去避免要去。係甲減萬步啦，甲減係個自殺嘅 case 啦，特別咧更加重要嘅是，大家咗，大人咗，咱人大人冇有迄個。未去到迄個地步，是咱已經別人冇應該就需要係一種誒鬥下手嘅嚇呐，還是照顧，小照顧。小照顧，迄個小照顧，因為迄個小照顧有時陣人家是咱唔知嘅，就是即個唔知嘅哦，咱能夠去繼續去安做啊。大日啊嚇呐，甲注意，因為當今嘅囡仔啊，你若是有去發現到啊，也無啥物插嘅咗，因為插來插去，啥物插手嘅電話爾。對，一下 zone out 嘅。對，你問啥物啊？唔知，แล้ว爸母滿感覺講，哎呀，時間款啊，我驚時間款啲啦，你食物唔知，你幾個唔知。唔知咋，因為我有去，一 disconnect 啦，一 disconnected 㗎啦，嗬，本咧。對，我冇去學堂學講座安怎樣，你會感覺你每條呀，你會感覺即個見甲少年嘅啦，甲少年派嘅攞清幾年出事嘅。真係是會變到啥，可能，你會我感覺我愛問一個伊講一個啊，我係死去嘅囡仔。OK。伊們只無咪會曉尋人 ，maybe because pandemic 嘅時候啦，伊個攞去呢是就 pandemic 嘛，所以伊無咪尋人了。去年嘅時間 start 去學堂，伊去學堂一年咁樣啦。了特別我看一個伊嘅先生冇講過伊。講伊無咪曉成個尋人，伊家己做物件，伊個學堂嘅點啥，伊家己佚佗，伊家己做物件，伊有
有朋友嚟解講話，伊們無咪曉啊種甲人溝通啊social 嚇 social skill 啊未未得嚇。了我都唔知啊做啊，即係唔知是係咪是 personality 啊是唔知會 train you to be more social。誒，你特別 try 去尋朋友咯，尋邊啊嚟見啦啦，嗬，因為有時陣咱人講，哎呀別啦，伊是安怎啦，伊是安怎誒。The moment 你講伊是安怎嘅時啊，就是安怎咯。因為咱人嘅想法咧，你一個 label 落去啊，是安怎啦，伊安怎，明講咯。我有問你大家知啊，我等做下咩啊？伊本是安尼，唔知。就是愛多即個愛改，即係物件嗬，咱人感覺講，哎喲，安怎啊？成日講嗱，成日你講，伊講唔知嘛又唔知啊！你過會使加每淡薄，你班有幾個人啊？咱幾點食物件啦，還是佚佗啊？咪愛看下咪咯，看伊學堂下咪會甲伊會講較濟故事嘅啦。實在囡仔嗬，樣嗬 ，actually 逐個囡仔本是屬甲佚佗嘅，但係囡仔啦，正啦嗬，樣會特別環境會改變啊，尤其是即個 pandemic。真正濟囡仔變，尤其是來到14歲、15歲吼，會來到就是安怎咯，變啊咯。不要跟人講話嘢啊，好像是。你不要講話，變做樣，咁樣更加好了，什麼就學家己哦，係個 social anxiety，更加免去尋人了。哦，你成日講係 label 啦，免去交代啦。哦，對，有睇，แล้วแต่部分。哎喲，是咯，我係幾冇安尼咯，所以我感覺講身邊嘅人真重要，厝嘅人、朋友嗬，還是小白嘅人啊，要緊是會去關心者嗬，因為咱這社會本是有真濟迄個組織啊，迄個 organisation 去 help 無相需要嘅人咯。所以要緊是愛去找辦法啦。白毛咪叫波槍。嚟，伊唔是白毛白喙齒。個白毛個何超？個白喙齒。個白喙齒。I think 人無去想講，而且 pandemic 影響到囡仔作者 ，because 而且你看這 pandemic 啊，伊影響人是下邊有人真濟人，咱慢去參人，咱自己家就對了。較小心。較小心，所以囡仔。聽到咱物件樣到學咯，對，了，一人會別使去，安尼嚇。對，一人有時候買去參人，你唔捌嘅人買去參，肯定掉เลยทำไมแล้ว掉媽咪掉爹哋หาแล้ว物件ก็掉มาก็擔心這類，所以我冇去想到這個，then กู research 講，穿 mask actually 咱囡仔無通看到嘴，無通看到 expression，แล้ว樣本袂曉 social cue 咁無嘅，所以這個嗰是 delay，即係面嘅 delay，แล้วแปลว่าผมเบลการเงินโบเลยกี่วันกี่การเงินยังโบกี่ social situation มา so sometimes เสียงเจมี่แกเจียของ call advice เสียงว่าเสียงอาปอนก้อง阿本講嘢話，阿本你使啦，我見阿本講嘢嚇，maybe 會做嘅事情係坐去 play date 咯，白白去接我咯，即係物件咯 ，because 即係物件都被會惡嘅，係惡嘅，愛改咯，即係愛改，伊種上拜講下面就嗰陣人，咱嚟講，你去人嘅厝啊，你要叫啊嚇 uncle auntie 啊，當叫有幾禮拜冇有教即招嘅，冇教。特別為少啦就較少啊，嚇，所以唔係講時落安怎？咗咪個叫佢講咯，特別講細聲。特別我有看過一個解釋你知，因為你講即係囡仔是 OK，你出嚟去你朋友嘅厝啦，係你講愛叫人要叫 uncle 叫 auntie 嘛，特別即係囡仔是唔捌隻 uncle auntie 嘅，所以伊咪叫咧可是。你特別介紹對，你特別介紹佢就講住嚟要叫咩物件，
哈，有咧爸母是讲哈，做乜事冇叫人啊，做乜事未曉啊，伊 expect 人 automatically 會叫 uncle auntie 嘅啊。actually 有隻囡仔是講，我都唔知伊是住嚟，係了有另外一方面咧，就是 uncle auntie 本特別會曉本啊，特別好好甲囡仔講 ，hello， 我叫咩咩咩是你爹哋嘅朋友，伊 self introduction 了啊。囡仔較應接受嘅，有陣時人成講囡仔無愛叫人是無家事啊、歹事啊，其實唔是嘅，是因無識嘛，你都因唔知人嘅世界關係嘅物件啫。有理由，你講係有理由。我真當，咱真係當見嘅，even 都成日白母啦，係哦。咱感覺講，哎呀，我驚安怎看，哎呀，都是安怎呀，啥？你家己都感覺啊，伊都是安怎呀啦。所靠你接受伊啊，就你接受伊，啊，反正pattern啊，你就啊，伊成反正啦，伊唔會尋人嘅啦，啊，伊啥愛自家己一人嘅啦，你都無去介意嗎？安怎去甲人尋人，然後 socialize 安怎？所以佚佗唔愛介咗，你教你幾佚佗嘅就，是啊，所以學真快咯，我就諗唔知我看到我係一世啊，我就我係喂係啊喂 headphone 嚟坑啊，我係一世，哎呦嗰啲啊，我就諗冇看到，我冇幫多件可能看到啊。我有見即係話點係講，或者咱有興趣，我感覺就只節目㗎，咱個睇機會講過，不當然是咱有看到蝦米機會嗬，咱嘅有前本啦，是白蘑菇啊。或者有機會時，你睇到蝦米物件，或者有興趣嚟講啊 ，OK， 我有件事，咱有show 一個Carpe Diem 嘅 counselling，特別即唔是伊人找我人 sponsor，唔係咪？我唔是要交代清楚，即是有興趣未起來 share，甲人講，你再講要聽，了變做唔是講嚟好多10塊，好多但我唔係 cheap 啊，係嘛？5,000塊。佢嚟拍廣告，即係唔是嚇啦？你唔講講你就句你後面我唔知，就是講咧有見咪講即係心理呢方面嘅物件，平常時冇咩有通開出機會講嘅物件，譬如普通嘅物件，變你學嘅啦，後面物件咁講嘅嘛，所以就應該正確應開出講嘅嗰啲嘢。我感謝咧特別嘅邊，有冇感謝大家？感謝大家聽嗬，感謝大家。感謝大家特別嘅啦，感謝阿 John。感謝。岑勒沙岑勒沙啦，英國中個阿龍波劍天，個別使講個別使講個住個維娃娃咯一個男群起男仔，感謝大家啊！這邊當劍講嘅這邊先啦，禮拜四嗬，讓個都係聽無相嘅話題，是佢就都嚟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各位到底 YouTube 嘅朋友咧，這邊多邊頂住禮拜冇看到到這邊嘅，但係咧多邊講唔到特別這邊，然後這邊是訂看訂聽伊看訂啫，但係是哎呦死我未記講話未記阿苗係咪頂住禮拜冇看 episode 頭這邊嘅，但係這邊訂看訂聽，然後有下面現條錄音嘅時是新 episode 是同啲都大邊 subscribe。